Hello，大家好，我就係 Jason 啊！我今日就係何文定山道啦，介紹後邊文路嗰一個特色單位咯。咁佢係超過2100尺啦，就連2個車位，仲有嗰個屋主啦，佢係入職啦，就做一個內置樓梯，另一個好幅大嘅天台嘅。我而家上去了解下。呢間係2104尺實用一個嘅曲斜巨廳，佢就呢邊啦就一個嘅飯廳區，咁呢邊有一個客廳區。特大啊！咁樓底亦都係好高嘅，門間係正南嘅，冬暖夏涼。睇翻呢個係下飯廳啦。咁遠處呢個啦就係嗰個內置樓梯嘅。呢個嗰個客廳區啦，放咗梳化都仲好大嘅距離啊，好鬆動。咁睇翻佢係2間套房先，第一間啦，呢個係入到嚟呢一個洗手間，一個係放咗2張嘅雙人床都仲有咁多空間。另一個啦。嗰個係浴室有窗㗎啦，咁就另一個啦。咁呢邊係向西嘅個窗，一排嘅衣櫃啊。另一邊啦，個主人房區域先係一個主人浴室啦，一個巨大嘅主人房啊，3邊落床啦，咁放咗好多嘅櫃都仲係非常之鬆動，亦都係向正南嘅。主人房對面呢間房佢做咗衣帽間嘅，咁入邊呢仲有一個房，業主攞嚟做瑜伽用嘅。呢個就係嗰個係下次啦，其實可以立一個係套房嘅。咁睇翻個廚房啦，就係喺嗰個玄關隔離一個相當之係巨型啦。咁入邊就有一個姐姐房，有個係上午架床，即係話可以請2個姐姐。呢個啦就係嗰個係內置樓梯，業主話呢用咗成200萬啊入職啊，咁所以非常之罕有。上到嚟啦，就一個非常之闊大啦，嗰個係天台，基本下邊有幾大，上面有幾大，哇！呢個嘅位置啦，可以分開唔同嘅區域啊。樓下啦就2100幾尺大平層4房3套，咁上面一個特大嘅天台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，就隨時揾我Jason Chan啦。